川普对顶关税政策又有新的消息。根据美国上新的公告，有列出20项特定产品唔免加扣对顶关税，包括讲手提电脑、智慧手机啊，甲半导体产品。专家就讲，看起来台湾的厂商会当暂时放轻松，不过放轻松敢是暂时的，因为川普讲话啊，讲刷落来会提供半导体关税相关的内容。外界大家又讲，是毋是要对晶片的产业加扣新的关税？美国总统川普对顶关税政策又有更新。根据美国海关甲边境保护局公告，列出20条免除的清单，其中包含智慧型手机、笔记型电脑、半导体制造设备、晶片这产品拢有列入，而且因回溯到美当时间4月15透早，不管是免适用对顶关税，也互市场解读讲会使为苹果回答供应链来解读，是台湾、日本、韩国这科技大工国家的外露条款。这些东西大部分现在都是进口，那因为工厂可能是在中国大陆或者东南亚，当然供应商很多都是台湾的厂商。如果现在对这些产品科高关税，那一定会调涨价格，这个我想对美国人民来说应该是受不了，所以呢，这个部分现在暂时豁免。那对台湾相关的供应厂商来说，这个当然是好消息啦，他们可以暂时松一口气。不过，外国媒体指出，这样关税免除有可能只是暂时性的，因为川普最新表示，会在美国时间14提供关于半导体关税议题的上新的进展。也在这同时，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紧急通知，调整半导体产品原产地认定的规则，代表台积电认定这台湾晶片制造商的产品，延免有中国这阵对美国征收的125%的关税。就算是在美国设计，但是在台湾做那个晶圆制造，它是会视为是台湾的那个半导体制造啊，或者 made in Taiwan。所以换句话来讲，就是对于台湾而言，在晶圆制造这一方面的话，可能有相当大的一个优势啦。专家指出，这样说法影响美系半导体大厂，中国本土企业可能因此减少采买美系晶片，和大厂有希望能得到部分转单效应。不过，中国这阵主推中国製晶片，研判台湾优先会以家己的廠商为主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